好，大家好啊，又係 Peter Chan 啊。嗱，咁喺講呢個 topic 前咧，都係講翻説話噶啦。希望大家多啲嚟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多啲嚟睇我片啦，又或者將個片 share 出去啦，可以嘅話就麻煩大家幫手撳下鐘仔佢啊。係啦，嗱，咁今日講嘅呢個 topic 咧，睇個背景可能大家都有少少頭緒噶啦。其實好簡單啫，梗係大家即係帶大家去賞櫻花啦。呢個時間係啦，咁今日咧又帶大家上去呢個上野公園嗰度咧就賞櫻花嘅。係啦，嗱，咁你知噶啦，而家4月嗱，因為我出呢條片嘅時候就可能遲咗少少啊。其實我拍片嘅時候係4月頭嘅，因為我只不過呢排就比較多嘢做啦，小弟都唔係淨係喺日本奮鬥，其實都好多嘢做，都要開工嘅，咁所以呢排就得閒啦。我唔係好似嗰個咩邊個在日本住咁啦，嗰個梗係得閒啦，係咪先？爛臭咁得閒添，我唔係啊，唔好意思。嗱，咁咧呢啲時候梗係賞櫻花季節啦，係啦，咁就帶大家去呢個上野公園嗰度賞櫻花。好嗱，咁就事不宜遲，廢話唔講，咁我哋可以係啦。嗱，一個天清氣朗嘅日子好人多地方咁我就正值日本賞櫻嘅時候啦，我就嚟帶大家嚟呢個上野公園啊！有歌星唱歌啦，喺上野公園嘅門口。仲有啲應該係食肆去睇下先啊！嗱，呢啲日夜都繽紛啦，真係。咁呢度本來係空地嚟嘅，咁而家擺晒啲食肆啦，咁呢幾日應該係賞花嘅日子，不過呢頭就冇乜櫻花嘅，行入去先有嘅。咁我再行入去睇睇啊！哇，好多人打隻喺度賞櫻花，係真係好靚。喺個櫻花樹海下食下嘢飲下酒，真係人生一大樂事好多人好多遊客，好靚呢度，係啦，呢度日夜繽紛。而家我就係啦，即係見到都好多，唔係淨係遊客嘅，本地人都有好多嘅。我就因為呢度太多大陸人啦，咁我就冒住生命危險嚟賞櫻嘅。嚟呢個上野公園度賞櫻，係冒住生命危險因為實在因為佢哋根本就係一種瘟疫嚟嘅，好恐怖。但係呢度真係好靚所以我都盡量靠啲歐美人士就穩陣起見，或者靠住啲日本人穩陣啲。離遠聽到普通話就要彈開，以免有瘟疫傳染。當然你哋留喺香港嘅人梗係覺得我黐線啦講嘢，咁但係其實被洗腦嘅應該係你哋啲香港人咯，留喺香港嘅香港人咯，係應該已經係被洗晒腦噶啦，不過你哋唔肯認啫。我哋不時都見到呢啲咁樣嘅垃圾分類嘅垃圾站我就唔入咁埋啦，因為一嚟太多人啦，二嚟我都驚入邊太多大陸人好恐怖
嚇。Chinese is a terrorism，所以我都係掉個頭先。嗱，呢個呢就係上野公園入邊嘅上野東照宮呢個神社嘅入口嚟嘅。咁呢沿途呢就好多嘢食，好正嘅，同埋可以喺櫻花樹下一邊賞櫻一邊食嘢，係一個好推薦大家去嘅地方。不過我都好驚啲中國人啊，因為呢度始終有啲中國人，我係驚嘅。係啦，1651年興建嘅上野東照宮啊，1651年啦。係啦，我就喺呢個櫻花樹下品嚐下我呢個櫻花 Super Dry 啤酒啊，係啊，期間限定啊，仲係春天限定啊，再加兜 Yakisoba 1100 yen， 即係大概係50零蚊啦。咁當然梗係貴啦，如果同日本比，平時呢兩份嘢加埋，我相信都唔過400 yen 啊。咁啊，呢啲日子就主要係即係揾下遊客錢塞，揾下遊客嘅錢啦咁我今日用遊客身份過嚟啦咁好多人都坐喺度咁樣食嘅，係好正嘅，係啊。好啦，咁我唔客氣啦。個炒麵食完啦，咁啤酒未飲完啊。咁當然個炒麵就麻麻地啦。咁呢啲遊客地方就係咁噶啦不過就志在食個氣氛嘅喺櫻花樹海嘅底下就品嚐呢個我當係 lunch 嘅，其實呢個已經係午餐啦。今年幾好服務喎，啲阿姐見到你食完就會幫你收垃圾。往年都冇嘅，係啊。即係我之前我都即係舊年我都有嚟過，但係就冇話有阿姐收垃圾，即係自己抌垃圾嘅啫今年有啲阿姐嚟收垃圾幾好啊唔錯。當係 service fee 啦，因為嗰兜炒麵其實值102，即係講真值200 yen 到嘅啫。呢罐啤酒其實100零 yen 嘅啫。加埋都唔使500 yen， 咁而家一個 double 有多1100 yen。呢個叫做春天限定嘅 Super Dry Asahi 再加埋頭先嗰個炒麵1100 yen OK 啦，有櫻花相係咯，啲櫻花幾靚啊！今日就係4月4號星期五啦，清明啦，日本人就冇清明呢樣嘢嘅，
咁啊，其實呢幾日日本都好凍嚇，尋日仲落緊大雨，落咗好多日大雨，所以咧即係嗰幾日咧原本應該要賞櫻花，結果就賞唔到啦。係啦，咁啊咁啱今日好天啦，但係而家啲櫻花已經開得七七八八啦。就呢幾日就已經呢一兩日已經係最旺，咁啊下個星期就應該開始啲櫻花開始慢慢減少，係啊，所以賞櫻花就係呢兩三日㗎啦，係，同埋日本呢排都仲好凍啊，即係早輪都仲好凍，係啊，早幾日仲係哋朝頭早得嗰1、2度嘅啫，係啊，咁但係呢幾日開始就會暖翻啦，就有10幾度啦，而家已經有10零20度到啦，啲溫差都好犀利啊！因為今朝仲係講緊朝頭早得個4、5度啫，而家已經有差唔多20度啦，係啊，都相差都幾大嘅嚇。咁所以你哋即係如果啲人過嚟日本要即係適應下個氣温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移居咗海外嘅香港人，相信大家都適應呢啲咁即係溫差大嘅天氣嘅，只不過留喺香港嗰啲人就唔會適應㗎啦，因為適應唔到㗎啦。留喺香港嗰啲人係適應唔到，因為個溫差真係太大，咁相差成10幾20度，係啊，係咯。早輪仲落大雪添，早個幾兩個禮拜前仲落大雪添，係咯。3月幾仲落大雪，真係東京嚟講就好少有咯，嚇。係咯，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身體啦，同埋嚟日本即係外出最好盡量戴個口罩啦，因為呢度太多大陸人嚟觀光啊！你知大陸人好多瘟疫啊，即係其實香港都係㗎，因為香港太多大陸人啊。所以其實好危險，好多瘟疫嘅。所以其實大家出街真係要戴翻口罩，係啊，唔係花粉症咁簡單。其實係啲大陸人將啲流感啊、瘟疫啊嘢去香港，跟住你啲香港人又成日走嚟日本，加上啲大陸人又走嚟日本，咁啊，所以呢啲瘟疫呢好多時係經香港同埋大陸嘢過嚟日本嘅。所以之前日本嘅流感其實基本上都係喺香港同大陸嘢過去，係因為你啲，尤其是你香港啲人啦，即係唔係好適應個溫差啦，因為日頭同夜晚相差成10幾20度咧，咁啊啲流感咪發作咯，咁啊惹到成個日本都係咯。其實好多時就係你哋香港啲人唔適應個溫差，而造成呢個流感。係啊，所以你如果係香港仲喺香港嘅人，你哋真係要自己要好好保護好自己啦嚇，同埋學習點樣去適應下呢啲溫差，因為其實全球個溫差都好大嘅，唔係好似香港咁樣一年4季都夏天咁款嚇，係咪先所以大家要適應下啦。係啦，嗱咁大家咧頭先都睇到我段片㗎啦嚇，即係喺呢一個櫻花樹下就品嚐美食品嚐呢個日式嘅食品係啦，咁就你都睇到噶啦。我咧就整咗個炒麵，日式炒麵加杯啤酒。日本人咧賞櫻花咧冇啤酒咧就等同於殺咗佢咁一樣噶啦，所以咧啤酒咧係必須嘅嗱，大家睇下呢個其實就唔係好貴嘅啫。咁就呢個日式炒麵600 yen 係啦，咁就呢罐啤酒咧就500 yen 啊，係啦，咁加埋咧就1000 yen 嘅啫。你尤其是罐啤酒係啊，期間限定係呢個春天限定版嚟嘅，係啊，所以特別啲嘅。咁當然啦，你呢個炒麵咁平時講緊賣緊100、200 yen 嘅啫，罐啤酒咧平時賣緊100幾 yen 嘅啫，加埋都唔使400 yen，其實係400 yen 係有找嘅
只不過呢啲日子啦，主要就係揾啲遊客錢嘅，揾遊客生意嘅，咁所以賣到咁貴。但係就算1100 yen 都好，你喺香港係冇可能，即係1100 yen，即係大概為喺香港港紙係大概10零蚊到啦嚇，60蚊有找啦。咁但係你知㗎啦，香港食碟難食到嘔嘅狗飯啊，都唔包嘢飲啊，都唔止呢個價錢啦，係咪先？係嘛？所以如果對於你哋仲喺香港生活唔願意走嗰批人嚟講咧，呢啲咁樣嘅價錢可以食到呢啲咁嘅嘢，同埋飲到春天限定版嘅呢個朝日啤酒阿沙希嘅啤酒咧，其實就都算幾抵嘅咁1100 yen 嘅啫。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平日你喺日本平日，即係喺日本平日你去超市買咧，其實呢兩樣嘢加埋400 yen係有找嘅。所以你話日本啲物價幾咁平係咪先？所以即係梗係有乜嘢吃喝玩樂，梗係嚟日本啦。嚟賞櫻花梗係嚟日本啦。嗱，而家因為雖然已經4月中到啦，大概咁即係我出片都出得比較遲，因為我拍嗰日咧就啱啱就撞正清明節嘅，撞正清明嗰日正日嘅，咁就都好多人係啦，咁就都幾旺場咁但係因為呢排忙，咁所以我就遲咗出呢條片拍咗好耐，拍過幾禮拜，咁但係而家先出啫咁但係抵玩啦，係咪先？係靚正，空氣又清新又夠舒服，啲櫻花又夠靚好過你去元朗咩博圍睇嗰2-3棵爛鬼櫻花，又細棵奀切切花都唔多幾朵咁，係咪先？你睇人哋日本呢啲成個櫻花樹海嚟噶嘛，爭幾遠個規模係咪？咁梗係嚟日本睇啦，係咪？咁你係反觀香港啦，香港好陰公啦，係咪先？145% 嘅關稅，我諗都唔使做生意，唔係諗係一定做唔到生意。你咁樣搞法，即係已經係香港同全世界所有國家係斷絕所有嘅經貿來往，死緊嘅根本係跟住嗰啲軍國主義顛到仲話咩敢於要敢於善於鬥爭喎？喂，呢啲擺明係軍國主義啦，唔好玩啦！即係唔係大家想咁話佢咁，但係喂大佬佢真係發咗癲啊嘛，係咪先？講嘢唔該理性少少啊，大佬！即係我撇除嗰啲咩政治嘢係咪先？我都唔係講政治添，係咪先？咁所以啲學者都話，香港冇噶啦，係啦，香港工商總會自己都講啦，即係唔使做生意噶啦，死梗噶啦！學者都話你唔好抱幻想添，你死梗嘅，香港冇市場可言，係加上香港周街嗰啲文革紅衛兵同埋嗰啲暴徒啦自稱自稱維持治安嘅暴徒啦所以呢個搞啲咁嘅關稅，斷絕所有經貿來往，跟住就應該係斷絕呢個金融來往。香港嘅港紙好快變廢紙嘅，咁你一定頂唔順咧，就會打仗。咁耐以嚟呢個中國對西方打仗根本就係源於個貿易個順逆差嘅問題，每次都係咁無論鴉片戰爭又好，係咪先？鴉片戰爭你話係咪真係當時清政府反對呢個英國輸入鴉片，佢係反對不過佢原因唔係話唔支持食鴉片，佢支持食鴉片。你睇翻林則徐嗰啲文書記錄，嗰啲遺留落嚟啲文書記錄就知㗎啦。林則徐都話，與其俾英國運啲鴉片嚟中國，倒不如我哋中國自己生產鴉片，俾啲中國人自己食啦。咁樣係咪先？你話呢個林則徐係好人定壞人咧？係咪先？講到底咪就係個貿易問題咯，係咪？永遠都係呢啲問題。咁你咁搞法，咪又會導致戰爭咯。次次都係呢啲貿易問題導致戰爭㗎啦。即係中國凡係呢啲咁嘅嘢，都係因為貿易而導致戰爭嘅。次次都係咁嘅，冇得好講。除咗日本侵華嚟，日本侵華另一樣嘢嚟嘅。
咁所以咧，香港有咁高嘅戰爭風險咧，我都勸大家有得走快走啦，趁而家可能今年年底或者下年年頭你唔使走噶啦，你等食飛彈。所以咧，我都勸大家即係有乜嘢如果你暫時仲未離開得到香港嘅呢段時間，可能要遲些少嘅 ，OK 唔緊要。咁你盡量唔好喺香港消費咯。你話喺北上消費，講真，中國嗰啲嘢全部食死人嘅，全部都係中國每一件食品、每一啖嘅食品入邊都係包含晒成個元素周期表入邊嘅所有元素，必定係食死人嘅。長期食用、長期飲用會中毒而死嘅。即係好似你飲東江污水一樣，長期飲用係會致癌、會死亡嘅。所以我就成日勸啲人唔好飲用香港嘅自來水，會飲死人。要飲就飲蒸餾水，只有蒸餾過嘅水先至能夠去剔除咗水入邊嗰東江污水入邊嘅所有有毒成分。係啦，所以我勸大家，如果仲留喺香港嘅，千祈唔好飲呢一個自來水，一定要飲蒸餾過嘅水先得。係啦，寧願俾錢買啊，係啊，費事自己致癌啊，係咪先？咁我亦都勸大家，真係不如嚟日本啦，即係如果你要吃喝玩樂，不如嚟日本玩啦，係咪先？甚或者你可以考慮下移民過嚟日本，因為佢嘅門檻係非常之咁低嘅。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啦，之前都有片講過，我自己都佢嗰個投資移民嘅門檻咧，只係大概只係需要500萬日圓，即係大概26萬港紙就可以啦。26萬港紙其實問心句，如果你喺香港做得10年8年，我相信你都會有呢個錢嘅應該唔係話一啲好大嘅數，所以日本呢個咁低嘅門檻其實可以考慮下。你話英國當然啦，你英國係因為你有 BNO 嘅，你就可以考慮英國啦。咁但係如果另一個選擇就係譬如我一出世我 BNO 都冇喎，父母戇居居又唔同我申請 BNO 又唔同我申請 BNO， 當年我父母自己又唔攞 BNO， 搞到我都攞唔翻 BNO 咁你冇計啦，咁揸住本廁所版，即係所謂特需搞護照，咁你咪去日本咯。日本係一個唔錯嘅考慮嚟嘅，所以我都勸大家吃喝玩樂，梗係嚟日本啦，係咪先？去消費梗係嚟日本啦，唔好去大陸啊！甚至都可以考慮移居去日本，移民去日本都得嘅，因為個門檻非常之低。好啦，嗱咁今日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先，咁就都係講翻說話噶啦。希望大家多啲嚟 subscribe channel 啦，多啲嚟有片啦，又或者將片 share 出去啦，可以嘅話就麻煩大家幫手撳鐘仔佢啊，係啦。嗱咁今日咧講嘅呢個上野公園賞櫻花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先。好多謝大家收睇收聽啊，好多謝晒啊，下次再見，好，拜拜。